澳大利亞媒體呼籲因的政府應該甲台灣更加交流啊，因為這個中國的軍事活動已經侵襲太平洋，所以參同全球的供應鏈台灣的重要性。接到任務就趕緊就位，敢若看105的榴炮車佇咧花蓮市區行，另外還有國軍全副武裝坐佇咧裝甲車頂。這個演練的目標是要考驗部隊快速調度甲指揮能力，佮展現機動快速的防禦戰力。畢竟共軍的威脅是唔捌停，甚至是愈來愈擴大。印太地區民做盟友是真有感覺。這張相片是台灣海巡署的軍艦甲中國海警船，刊佇咧澳洲的主流媒體《澳洲人報》。文章內底講到，若中國繼續佇咧太平洋地區擴大影響力，澳洲應該加強甲民主台灣的經濟連結。中國不斷地投射它的軍事力量，台灣在防衛的第一線，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澳洲不能置身事外。最主要就是應對中國在前1-2個禮拜的時候進行所謂的巨浪飛彈試射，落入南太平洋區域，都引起澳洲跟紐西蘭的這個反彈。學者分析，中國最近的軍事活動已經超過第一島鏈，演訓的範圍大大向南太平洋延伸，和澳洲、紐西蘭等國安全的壓力繼續升懸。除了民主價值，台灣更較是佇咧印太重要的航道。依照聯合國開發總署的統計，就是台灣周邊的水域佔了全球貨運的將近86%。為軍事安全到經濟供應鏈，台灣的重要性已經不是兩項議題。中國佇咧太平洋繼續展現軍事實力，澳洲大聲跳出來，敢會表態挺台灣。那國際更應該如何平衡對中的關係，牽動規個印太地區的戰略佈局。